到当有的时候白讲忙不能你送到。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八关斋戒的仪轨修持当中呢，不单单包括从一开始的皈依、发菩提心、做七支佛事的这些福德资粮的积聚等等的，乃至最后的回向发愿，在这当中呢，还特别修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本尊法门。那么呢，这个借着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观修，内心里面专注的这样的念诵、持诵咒语跟祈请，所以呢，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加持力。但呢，但的用呢，这当不给了用呢是话是有的哇，用呢是的，但的我这个年龄的你了，哪怕你个年龄的所见的家里也不来，娘的家吧是里头的对，用呢这样的，对，哪怕你个年龄所见的家吧的，他不得修那样式的。那么在西藏呢，这个八关斋戒呢，我们称之为雍念呢。这两个字，事实上呢，指的这个教法呢，它是融合了密乘以及显乘的二乘的教法，在一个法门当中来修持。等等，他那了说用是，他我就多把写的，都会录下来。因为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会有受戒，这个受戒叫做长进。这个受戒呢，它是属于这个经部的，也就是显称的这个教法。但是用的谁呀？但是他讲的谁不搞错？什么样早晚的马子，这样早晚的马头呢？但是就是你是这边人了，谁接谁要了？他出接的，谁接什么？谁呢？那讲的谁要了？地名的，得做上海人的。至于呢，这个妞内。这个妞内呢，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病住，病就是生病的那个病住，我们就直接翻成所谓的断食斋戒。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属于密乘的修持，也就是说依着一个本尊法修持，在那个修持的那一个期间呢，不吃，甚至呢连一滴水呢都不喝，那么以这样的一种断食的方式来修持这个本尊法。对的呢，你用呢的了，我呢个人用呢，吃的些药不是吧了，用呢吃这里下你们送头个嘞。因此呢，如果从这个真正的用内的这个法门来修持的话呢，它一次是前后需要3天的时间。你们当不你们的呢，当哪着什么啥，人工。什么价值啥？但是对公道是都穷着去了，通什么没啥的呀？的你们当不？对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清晨的时候先受斋戒，受戒以后呢，开始呢整天的修法，到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吃饭，就用一餐。最后呢，过了中午以后呢，就不再吃这些个食物，但是呢，可以喝一点点的水，就这样第一天。你们你把个小班好我那种的，第四年们小班好我马来把的了，你热节没啥我的，吃土瓜节没到呢，但你老公我的是呢得呀的，我一点用的是呀的得的。就到第2天的时候呢，从清晨受戒以后，一直到第3天早上的清晨呢，这之间呢，你是呢连一粒米、一滴水呢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所以真正所谓的妞内，那个妞内那个叫就是我们讲断食斋戒，指的是这一天第2天的这个修持。你们什么你们小班好我，汤是呢的，土巴拉我先通过上呢，但是东班东卡拉萨人工把的了东，我莫làm的先参加呀，打这个妞内我呢接罗的，你们真的是什么人的啊？那刚刚讲到第2天修持呢，主要就是依着这个本尊观世音菩萨本尊的这个仪轨呢，这样子去念诵、观想跟修持。就到了第3天清晨，清晨之后呢，你开始解戒，就呢你可以吃，可以喝水，然后就呢继续呢在修法。
做最后的那些个回向、发愿等等的这个结行的修持圆满。这个呢，总共前后这3天称为一次的这个斋戒，断食斋戒。呢，但的呢，我做来个蒙古有被龙巴的。但呢，我们也呢，不了来个些的叫我们的家了，来个些的没事的，但的是你们你什些呢？得求个话他，我做这边龙巴了来个蒙古谁个的嘛，都从那些头嘛了哇。那么这样子的3天的断食斋戒呢，对于像以前在西藏或者在印度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也许呢，大家生活当中不是那么很忙碌，所以呢，就有时间可以呢，以3天的时间来修持这样的断食斋戒。但是呢，到了像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大家生活中呢都非常的忙碌，所以呢，要真正的能够有3天的时间来修持这样的完整的斋戒呢，那个机会实际上是相当少的。但呢，最近的是，但呢，老人啦，听人的真兄弟，我呢是丫头呢，别要过有啥的，过这点是丫头啦。刚才的每个如果等你了，确定一个忘的是呢，等你老接了，下么接了，到嘛了得个的是啊。刚才呢，过早嘛做呢，这个呢，有把子说别骗到有事，确定了骗到有都，但你可能我呢，用呢这点从对些，菜单但把要不是丫头的，但可能骗到样要不要啊？所以呢，对我们而言呢，如果说在1年里面，能够有机会呢，有做1次的这个完整的这个断食斋戒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相当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身体健康上的层面来讲，我们的这365天里面呢，每天不断的吃喝等等，如果有1天的时间能够让这个身体呢完全休息一下，然后把里面的这些东西稍微清净净化一下的话，那么对这个身体呢，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更何况呢，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断食斋戒的这样的一个修持法门，那么非常完整的，也就是说按照那个规矩，然后呢具格的这样修持的话，那么应该对我们而言呢是有很大的利益的。但呢，这个东巴修持拉嘛的呢拉多当有的时候呢，你mand到啊，但你送药的。那么关于呢，你在领受戒律的时候，谈到呢，你要从什么样的上师处来领受戒律，这个在经典或者密续当中呢，它有不同的说法。但这可能怕等东哈他们宁不对要不个，这个六说的话，这今天了，这呢，你东巴南看个拉嘛的呢拉，这呢他。jam do ta sancho jam du don ba ta chedar don na jam du don ba go re rab de yen ge chu long ko don ba go ro te dar ma jo na jam du ko don ba ye ba te ten la sancho sem ji don ba ye ba te ten ni la te ne ya bo she yen na jin ne ze ke ko ran wang lo ga le yo rin de la wang ji mixer shi yo te dar ma jo na yang wo ba me la so bo wang ga no she to ba ye ba lama de la所以呢，因为这个教法呢，它是融合了显密的这个经教跟密续教理而成的这个修持法门的缘故呢，所以呢，在这教法里面呢提到，我们受戒的时候所需要依止的这个受戒的上师呢，他自己本身最少呢，他是必须要是具足这个皈依戒的。那当然呢，更好的是他能够是具足这个沙弥或者是比丘的戒律，甚至呢更殊胜的话是，他本身呢因为要带领修持势必观世音菩萨这个仪轨的缘故，所以他自己本身呢必须要领受观世音菩萨的灌顶，这个教法的灌顶。再没有的话呢，也要领受阿弥陀佛的这个灌顶的教法。那么这是教法里面他所提到的。他提的那个我让他东边也不套了，但你娘们是个咯，我让个东巴他说上哈送个东巴他学牛给拉马的了，这些差什么？这些差什么？提套的呢，他我让个牛嘞娘们是牛给。냠린 시 뉴게 뉴네 냠린 세데 테네 다다 게 뉴네 차체 요야라 테네 니마 파체 냐인 당보 쩨쩨데 다 니마 찍든 로고레 냠도 야나
刚打的兄弟插节得过。接到到呢，兄弟插节的对呢，对了你嘛讲啊，就是清楚的，对人他妈你们技巧的噻的哇，对接定噻，哦，真的清楚的，真的是个干部插节了的，兄弟对你嘛接了卡拉是，你嘛接了卡拉马是不是？确实你是早些进些个，你嘛接到说，第三个了，养技巧清楚的哇，大家清楚的老人吧，对，真的是干部插节，很多多，呀，你可以学过的。用的插节，但是也用很习惯的。那么祥云天神呢？我让在那用的带插哇。哦，对的。哦，在杜康的带插，在杜康的老叔叔带插了。我让在那用的搞不插节，现在用的插节，我让用的来带用啊些严格的。那么刚刚讲到呢，这个受持八关斋戒，那么应该从什么样的上吃处来领受等等。接着呢讲，那么在八关斋戒的修持上面，它有一种传统的方式，就是说一次呢圆满8次的这个斋戒，也就是说，平常呢一次八关斋戒是3天，但是呢，当你在连续修持的时候呢，你是2天、2天、2天，然后最后面的那一个早上那个结行圆满发愿那个呢，就8次斋戒都做完以后，讲最后一天早上呢再做，所以总共这样子圆满8次的八关斋戒呢，是需要17天的时间。那能够这样如理的修持，第1天受戒，第2天断食，第3天再受戒，第4天有断食，就是这样连续1天受戒守八关斋戒，日中一食，到了第2天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断食。不能够喝水。第3天再一次的受八关斋戒，然后就这样子连续8次，这就称为这个圆满8次清净的八关斋戒。所以呢，如果有心想要做这样的修持的话，就是你需要有17天的时间。